我只是跟大家说明哦，其他的你们要怎么想，我不管你们哦，我只针对哦我的客人去说明，谁报警的，自己非常清楚哦，是 Kiki 的弟弟报警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只是跟你们说明一下而已。哦，我有答应人了哈，不想跟你们回话这么多哈。哦，我已经有答应人了。那个学姐，我的烟。到时候哦，事情会怎么落幕哦？怎么落幕？会跟大家哦做一个哦，到时候事情会怎么落幕？会跟大家哦讲得很清楚哦。开这个直播，重点要让你们知道，刚刚是对方报警，不是我报警。我再说一次，是对方报警，不是我报警。哦，是对方报警。哦，至于事情到时候怎么落幕，哦，会跟大家讲。
好不好？到时候会跟大家讲，先这样子 ，OK。